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进前台北车路破空案件查出防疫建设头工检了，拜托馆长杨文科复因复工，检方甲新的馆长杨文科等12个人起诉。昨下晡台北仁爱病院护理之家有一名委外照顾服务员，互发现讲上班时间伫咧食毒，目前已经甲解除聘请。有媒体问川敢会防卫台湾，川表示台湾拢甲晶片成礼貌机，爱美国保护应该就爱立保护费。美国总统参选人川向媒体表示，台湾抢走晶片的生意应该爱纳互美国搁较济保护费。若这个言论影响到台股，盘中捌落超过340点，台积电的股价也收伫咧1030块，市面价值虽减少6483亿。伫咧台积电的发说会进前呢，这股价受到川的言论影响，早盘捌落2.4%，最后收伫咧1030块，落25块，市面价值虽减少6483亿。台积电续落来，这落落来呢，这台股也对咧开价走价，盘中捌落347点，收伫咧23769点，落227点。明仔载呢，台积电的发说会唔来公布第三季业绩展望，也会回应川，这也关系到台股续落来敢法度继续稳定。新竹地检署侦办这台北车路破空案件，查到防疫建设涉嫌偷工减料，才害这车路破空。而且佫发现讲，这工地内面甲外口尚无防八解，指控这馆长杨文科违法复工，独立防疫建设，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甲新竹馆长杨文科等12个人起诉，并且不受犯罪所得2亿5千万。用整合比爱心新的馆长杨文科昨日出席德科管理局长交接典礼，满面笑容。暗过17，因为台北天津案互人起诉，新的地检署表示，防疫建设涉嫌偷工减料，工地内外至少发生过8间崩塌。杨文科等公务人员涉嫌背弃职责独立复航，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甲杨文科等12个人起诉，各建且不受犯罪所得2.5亿外。检察官认为，被告杨文科等公务员明知天坑一摊再摊，并未找出发生的原因，仍罔顾良知，奉迎建商违法复工，把乡亲的身家安危置于不顾。检方调查发现，杨文科伫建案已经发生过3间崩塌了后，虽然只是成立专案小组，但过真侪间私下密会，接受防疫机构总经理区宗铁、董事长刘树基，还有饭店的执行长刘顺峰等人的拜托，向当时的港务处长江良燕施加压力，互防疫违法复工。经过几个间崩塌停工复工了后，杨文科看江良燕态度改变，无愿意承担责任，就无搁要求伊同意复工。今天接到起诉书，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针对起诉的各项内容，在侦查阶段我都有明确说明，可惜没有被检察官采纳。当初我们联合这个附近很多个受灾的社区那个要求的真相调查的内容不谋而合。除了牵涉官商交结，检方发现防疫违反规定，缩地 H 型动土体积啊长度超过15公尺，各违背建筑术的规定，无顾建案四周围道路居民性命财产安全，搁在山图动土设计，造成建案地面18.5公尺以下拢无动土设施，甚至缩地地质改良起来的长度加减少数量，则通搁再减少支出。防疫机构是发声明讲尊重检调的看法，毋过讲崩塌的原因真复杂，若是建筑基地时间所造成的。佮讲改变工法，毋是为了偷工减料，是为了因应现场开挖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家己重建这产后护理之家，可能有照顾婴儿的失误。这婴儿的父母呢，早起出来指控，讲顶个月只是婴儿才去护理之家住10多天，就因为无法度喘气，送到病院急救，15天后就来过往。调监视器来看，值班人员毋若互婴儿家己食奶，搁伫遐耍手机啊，40-50分钟才顺一解，就是安尼急外才会发生意外。相片中，大手牵小手，爸爸妈妈甲拄啊出事的宝贝翕相，温馨的一家人画面，即马刷成做伤心的回忆。家己即对翁仔某指控，顶个月13囡仔出事无偌久，因为欠sản素住伫家护病房，临时出院转入家己中间产后护理之家，想要到再过10天7月3号暗，
囡仔就因为无喘气送医了后，因为脑部严重受损，就无法度搁醒起来，加上忍疼第15万讲，互囡仔离开。监视器里面看到我们家弟弟他是躺着，然后奶瓶是跪在他的那个婴儿床旁边让他喝奶，保姆也没有帮他拍嗝，可能有40-50分钟的时间没有人去查看我们的小孩。如果早一点，是不是我弟弟就不会发生这个意外？妈妈靠咧讲，值班警官久久才巡一摆，伫说囡仔换气未顺的时候，被父发现造成悲剧发生。想到结婚7年真无简单，透过试讲5万来的囡仔，就安尼阴阳隔离，互翁仔某2个人真歹接受。因为护理之家有照顾素质，准备要提高。有一个保姆，她在照顾小朋友，她是抱着他，然后一手在滑手机，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缺失。他已经有走入司法程序，如果说司法单位这边有移到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会再做后续调处啦。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有去了解，就医院它是不是有人力不足的部分，这一块它是还符合啦。卫生局表示，若诉讼确认护理之家有疏失，会依法开罚。面对家属指控，家己中间表示，因为保护婴仔粉丝无对外提供病情说明，也毋过强调婴仔带入去的期间甲抢救过程，拢有提供适当的照护甲处置。后续会继续关怀家属去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某一间私立幼稚园爆出重大性侵案，也因为绩效宽法的规定，未当公开被害人学校和身份，地属媒体报道报道。不过，监察院昨主动公布幼稚园的名称和加害者的名姓，防质疑讲这标准是无共款的。卫福部下晡就表示，讲卫福部并无规定未当报道这件事件，或者是保护被害者的文书。监察院是引用绩效宽法的例外规定，做某种程度的公开，这部分是无问题。私立幼儿园的教保员嘛是园长的后生，涉嫌性侵真侪个细汉囡仔，也引起大家真生气。教育部长陈永尧伫全国教育局长会后接受访问，头一摆对这件代志发言，伊感觉真遗憾，认为大家嘛应该同款生气。不过社会真进步，应该爱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会记得这个教训。未来能够在整个机制上能够处理得更周全啊，在一方面能够保护到这个受害者，一方面也能够适时的对违反这个法律规范的给予急速的的一个惩处，或者限制他的一些专业或者这个行动上的一些这一个，我想那是一定要做的。无人希望会发生这种代志，不过代志拄发生的时阵，有家长甲媒体投诉，因为法令袂使讲出，会当认出儿少相关资讯，毋知也无报道。有人认为都是因为安尼颠倒互加害者去伤害偌济细汉囡仔，并未规定不得报道该事件或保护加害人隐私。那么这一点卫福部必须要在这边再次强调。卫福部佫讲，即摆法令并无要求保护加害人文书，甚至监察院昨日就公布幼儿园的名，也甲加害者的姓名。这是引用儿少宽法第69条之时，以增进儿少福利，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会当无伫这个限制。所以监察院也正式引用了目前的这个法令的这个例外的规定，来做这样子一个适度的揭露。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面对儿少负面案件，媒体伫报道的界线伫倒位？卫福部表示，会伫1个月内邀集相关代表，针对儿少宽法69条的例外规定，讨论出会当遵守的报道原则。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个月进前，这新北市沙丁埔发生一残3代人的命案。这姓张的嫌犯涉嫌杀死丈母和某囝，死者的家属也出面指控讲，这嫌犯杀人了后，毋但假做亲人，还佫活咧，甚至去问迄保险的理赔，也佫为这个本人呢想要利用这精神鉴定来脱罪。不过检方表示讲，做精神鉴定是本地流程，这回是检方主动进行的。嫌犯的家人真的只爱狗吗？我们家的3条人命呢，就这样没了，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搁一摆点开影片，看到囡仔模样，想起做伙点点滴滴，讲甲是目屎流目屎滴，甲亲人天人应价，案发到即马2个月，真伤气的凶手拢无悔去，死者家属指控对象就是伊。
马埔通报互警方带回新闻，被掠县长查甫人犯3重补助，损了3大命案，涉嫌杀害丈夫甲太太囡仔4只家属控诉，嫌犯案发了后，若问相关保险理赔，透露信用卡佮假冒亲人回信息，囝是抑佮伫世间的假象。我其实一直很不解，他到底为什么要做精神鉴定？我也害怕这个精神鉴定，其实讲白点，应该要装，我也怕他会装。装了轻判，或是减轻刑责。4只家属批评嫌犯真搞怪，即马面对警察，甚至佫想要用精神鉴定来闪避刑责。家属也表示，因为案发地点还未做现场模拟，出来到即马拢也是代志发生时阵的状况。国民法官法施行以后，为了避免说在起诉以后无法定罪，所以检察官通常会做一些完善的搜证，所以包含这个精神鉴定的情况下，也是现在目前是常见的情况。到底精神鉴定是什么人主动申请的？检方回应，做精神鉴定是原本的 SOP， 即摆由检方主动进行，也尽力甲家属沟通时间，加速犯罪现场模拟。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4点外，台北市联合病院真爱院区的护理之家，逼出有员工上班时间伫咧食毒。一名37岁这病院委外照顾服务员，和医护人员发现讲，伊上班的时阵呢，失神，鼻啊有白粉，怀疑是食毒品。报警察调查了后，警方呢伫即个涉案的查甫人身躯顶敲到其他名，伊也承认讲上班时间有食毒。目前已经解解除聘请，院区也正在进行全面的清查。有没有在用毒品？没有，我一验我就知道了。接到病院通报，警员赶去现场，一名穿青衫的查甫人面对警方问话，态度坚决，讲无食毒。你厉害，想也知道放哪里。涉案查甫人的鼻仔内残留白色的粉仔，一直讲无试毒，也毋过抗识别证的袋仔内方发现毒品 K 他命。侦讯犯嫌为院方委外赵福元，于胸前识别证卡套内查获第3级毒品凯他命1包，重量1.1公克。红掠的37岁姓陈查甫人有毒品前科，职业是接护员5月初，伫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的护理之家任职。昨日下昼4点外，互院方通报，伊伫工作的时精神无集中，鼻仔内有粉仔，怀疑伊食毒。报警处理，嫌犯到案了后，该讲承认上班期间有试毒。该员已离职，仍在院区并全面清查护理之家环境安全。嫌犯涉毒行为，亲像是头一摆顶摆互发现，嘴仔片拢有粉仔。北港院方表示，使用过敏药，即摆佫试毒，互当场抓到。病院照护员伫上班中食毒，若影响工作表现，拄到严重个案，对医护人员的职场安全恐惊拢是危害。我们在照顾的现场，其实有很多的状况的变化，那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的冷静和稳定。包括你的移位，它是有一些标准的程序。喂饭的时候，你要这个移动的时候，其实它都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状态。顶日，台北济温者也出司机后困小藏毒，即马各有照护员涉毒互逮捕。家长表示，伫聘用阶段加注意，求职者身心状况，也建议朝健检兼监督的方向强化照护员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桃园机场呢，昨暗也发生一桩亲像是食毒赛车弄警察的事件。航警伫咧临检这违规停车所，一个驾驶拒绝临检，佮赛车去弄警察车。这警察是开13枪，一个驾驶也是互伊选去啊。目前这犯案的轿车有找到人的部分，警方也继续要甲抓。警方去临检，这辆违规车随加速逃走。桃园机场昨日暗时10点37分。发生一件若像食毒赛车弄警察的事件，保安警察大队伫第2航下查违规停车，这台港组的面如拒绝临检逃走，而且佫弄警察车甲另外一架轿车。在航站北路盘查一名违规停放车辆之租赁车，车主摇下车窗，远景随即闻到有浓厚的燃烧塑胶味，该车辆当场拒解并加强逃逸。这台弄警察的车，警方依法开13枪甲伊阻挡。不过，因为这架面如驶真凶，专案逆向驶去国道了后逃走，警方考虑安全，无过一直入。不过，航警有随调监视器，也有查这架车的资讯。主要是现场，因为他冲撞我们远警，他拒检逃逸之后，那我们远警也开枪做一个拦截，那我们也尾随追出去。那因为他后来逆向往国道方向。
专案部警察或者是民众受伤，敢若车有损害。巡逻车正边头前，甲另外一台民众的轿车倒边后壁去互这只免子撞到，落尾手嫌犯伫咧准头交流道，甲车放咧做伊走。警方已经找到这只车，嘛会持续追捕这个嫌犯到案。警方嘛会每点钟加派8个特殊任务的警力，强化机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也早起10点外，一个查甫人伫台中火车头过台顶头等车的时阵，煞来食薰。站务警官随家苦劝伊，毋若无要配合，甚至佫甲这站务警官呛声，甚至做动作背书要共拍共款，所有行为拢互这民众翕落来咯。这铁路警察也依照违反危害防治法，函请市政府卫生局来甲处罚。穿红衫的查甫人情绪失控，对站务警官大声骂，因为伊伫月台食薰遭到阻止。站务警官安怎苦劝这查甫人，就是听袂落去，呛声佫想要拍人。站务警官差点就跋落去月台，铁路警察了后也到场处理。代志发生伫17早起10点外，这52岁查甫人伫月台等车，暗过就开始食薰，站务警官就向前阻止。他就广播是在月台上是禁止吸烟，然后他都不理，然后那个人员过去的时候也是蛮轻声细语跟他讲，然后他就开始就发作了，就开始动手，就是一直骂他三字经啊。警方赶赴现场之后，有马上将状况平息下来，站务员也表示不愿意向这名男性旅客做追究或提告的动作。站方表示，因为查甫人最后接受警方苦劝，所以也是互伊坐车。警方是将查甫人照违反危害防治法，函请台中市卫生局裁处刑罚2000到1万。照规定，台中火车站全区包含月台甲车厢内底拢是禁薰的所在。虽然拢有禁薰标志，不过因为代替无公权力，甘能劝导为主。要尊重别人，对，因为大家都是在这里用这个空间。这整个站区是禁烟的，车厢站区都是禁烟的。他违反战车秩序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按照铁路运输规则来跟他解除运送契约，其他那个离散了。代替表示，若旅客有危害公共安全记录，相当应依照规定解除运送契约，各在依制，也照处理定数通报铁路警察，适当处置，避免影响其他的乘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孟加拉最近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这代学生不满政府明知影少年人是真歹找到头路，佮恢复这个公营机构的欠价，3下留予1971年独立战争的军人后代，造成这冲突是愈来愈严重。上报有6个人死亡，佮600人受伤。政府也宣布全国的大学先停课。真侪反公营机构工作会议示威学生，做条支持政府的执政党学生团体甲警方对赶，全副武装警方佮发射催泪ga士甲塑胶枪支，互示威场地亲像战场共款。这场抗议的原因是孟加拉政府将高达30%的公营机构的头路保留予1971年独立战争士兵的囡仔，佮加上女性、新种族群、原民甲偏乡居民，留予一般找头路的人工作只剩44%。以孟加拉私人企业的就业率袂顶袂当，比较之下，提供各种福利甲定期加薪的国营事业体佮较吸引少年人。不过释出的工作是真少，平均每年40万毕业生抢3000个工作机会，年轻世代是真难苦。বাংলাদেশের বর্তমান পরিস্থিতি যদি আমরা দেখি, বাংলাদেশে এখন মনে হয় না কোনো মুক্তিযোদ্ধা ছেলেমেয়ে চাকরি করার বয়সে আছে। তো অলরেডি যেহেতু এক জেনারেশন সুবিধা পাইছেই, সেহেতু আমরা মনে করি নাতি নাতনিদের সুবিধা পাওয়ার দরকার আছে। কেন দরকার নাই? কারণ আমি যদি মুক্তিযুদ্ধ করি, আমার ক্ষতির কারণে হয়তো আমার ছেলে মেয়ে ইফেক্টেড হবে।全国各地参加反工作会议示威学生超过1万人，因封锁主要道路甲铁路站，发声政府措施不公不义，指控执政党总理哈辛娜伫疫诉上15半暝伫最高学府打卡大厦双方爆发严重冲突，加上武装警力介入，互现场传出死伤的灾情。反配合团体指控执政党暗中下令学生组织用暴力攻击，遭到学生领袖的反驳。আমরা বলবো যে শিক্ষার্থীদের উদ্দেশ্যে যে শিক্ষার্থীদের দাবিটা অবশ্যই যৌক্তিক, সেটার পক্ষে
আমরা সবাই ছিলাম, কিন্তু তাদের এই আবেগকে কেউ কেউ তাদের রাজনৈতিক হাতিয়ার হিসেবে ব্যবহার করছে।这是年测人员成功的总理哈辛哈上任了后第一摆面临的大规模示威，目前无让步的现象。政府下令高中国大学校园无限期关起来，各动员边境的防卫部队进驻五大都市维持秩序。公视新闻张淑坤报道。行政院明仔载要召开经济发展委员会来讨论资金人才等议题。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先公布专家学者名单，包括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也有一个鸿海董事长刘永伟、中建院院士朱景一等人。另外，要针对着这个立法院决议邀请赖总统进行国情报告，杜永泰是表示讲，在咧暂时处分也未有结果进前，无适合安尼做。甲媒体握手之余，行政院长杜永泰17日甲媒体临茶，外界关心18要召开经济发展委员会。杜永泰表示，会锁定创新经济、均衡台湾、包容成长三大目标。高抢先公布相关专家学者名单，有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鸿海董事长刘永伟等人。会邀请这些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来参加，宏基的创办人Air的施正荣董事长，还有一位是我们中研院的院士朱敬一前副院长，还有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刘董事长。杜永泰强调，透过创新金融方式，设计新的多元投资管道，让市民有更较侪投资机会，也吸引海外资金来台湾，让台湾朝向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目标。在南北党团联手之下，立法院决议邀请总统赖清德进行国情报告，佮依法回应相关提问。杜永泰表态，在暂时处分出来进行，并不适当。不可能要求总统在一个违宪的机制里面去做任何的总统的行为。没有时间，没有内容，没有行为准则，而且事先解释之前的暂时处分还没有决定之前，还是认为现在谈这个事情是不宜的啊。另外，立法院决议解除去中国禁团令，杜永泰呼吁个人要去中国工作、旅游等，一定要谨慎细致，强调若个人去对方发生任何料想未到的行为，也是要行政院负责，不是立法院负责。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预估 AI 产业的用电需求5年会成长8倍。这核实董事长董子贤进行着表示，迄仍是工具所引起议论。其他日出席智控技术创新论坛的时阵，就反核的成员来抗议，因也质疑讲这核废料要放伫咧倒位。演讲一开始就注重伫减少拖卡车开发真侪项净零转型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减拖。不过，迎接 AI 的潮流。远传电信总经理景琦也承认，被投资食电量大 AI 机房，因为国内用电的不确定性，稳定的电要为倒位来，是企业的一大挑战。算力即国力，但是算力是吃电力的哈，那所以那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这个用电的这个不确定性，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国内电力问题常常引起企业甲民众关心，政府虽然一直强调袂欠电，不过经济部有估 AI 用电未来5年会成长8倍，不免阁引起混淆。核实董事长董子贤看好 AI 未来发展，进前也捌表示，迄仍是工具，毋是要全力去支持伊，或者是打倒伊的信仰。这言论另外要反核团体的抗议。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大型的厂商要到台湾来设那个运算中心，反而我倒认为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用电是比较容易估，也要积极的准备，是什么呢？是交通工具的那个电气化，也就是 EV 或者大家习惯叫电动车。2和3是否安全？请您放低音量。我们的核废料要放哪里？还有，可不可以？台湾如果发核灾，它的损失成本多少？对用电问题，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希望相关电厂应如期如期完成，核三厂延续，实际上无法度解决这3、5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2024巴黎奥运伫咧7月27到8月12举行，公司和花市成功摕到转播权，民众会当无时差看到精彩体育比赛。另外，文化部也是头一届组队去到巴黎参加文化奥运，要互国际来熟悉台湾多元的文化内容。 2024巴黎奥运就要伫7月27到8月12开始。迎接闹热滚滚的奥运，公司甲花市成功摕到转播权，互台湾的观众朋友无时差欣赏比赛。跳甲真精彩，霹雳舞歌手杨嘉丽带来活动演出。今年巴黎奥运霹雳舞第一摆列入正式竞赛项目。台湾霹雳舞一哥孙金昌参加比赛门票，也加做台湾史上第一人。杨嘉丽也献上祝福。 会压力蛮大，但我相信他应该是会蛮享受这次的舞台。孙正，干巴的克拉塞哦！我真的蛮期待他们去好好享受在场上发光发热。东京奥运空手道女子55公斤级铜牌邵清新、文珠云，也用家己参加大赛经验鼓励选手享受舞台。今年巴黎奥运，咱摕到16种运动奖类，60项参赛资格。奥运是每一个都把大家绑在一起的，而且。 重新让台湾有认同感，我们的选手赢跟输是大家关心的，其他都不关心。有关表示，除了奥运比赛，文化部也第一摆筹组台湾艺文团队去巴黎文化奥运，动员23组团队，超过120人，要分享奥运盛会，和国际熟悉台湾多元的文化内容。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今年巴黎奥运是头一届甲霹雳舞争做正式的比赛项目，咱台湾也有选手参赛。高雄市今年就特别选择了巴黎奥运结束了后，举办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邀请全世界各国，包括奥运前10名的霹雳舞选手，大家做伙来竞争。 台顶的囡仔上细汉才国小娘娘，就当跳出动作真困难、真技巧的霹雳舞。若讲到霹雳舞，阁有这位娜娜最近真红，伊今年9岁，为5岁开始跳舞，到今已经摕到侪国外奖。伊嘛是去年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冠军。娜娜毋望未来会当代表台湾比奥运，伊上高的就是头等的动作。不能。 马上跳接，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慢慢练，未来都可以跳到奥运啊，可能锐步啊，就最大的。霹雳舞是一种结合音乐、体操，阁有涂骹动作的运动。今年也头摆加做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台湾霹雳舞选手孙静嘛代表台湾去比赛，因为今年巴黎奥运，高雄市政府顺势再次举办国际霹雳舞的大赛。孙正也有来参加。 今年他代表台湾，唯一一位代表台湾去霹雳舞大赛跟世界其他的好手同台较劲。我们邀请了奥运排名前10名的这些选手都来到这个比赛。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按算伫9月15举办，今年特别选伫巴黎奥运结束了后举办，会邀请世界知名霹雳舞选手，包括孙定来参加。 期待各国的选手会当做伙交流。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日本央行这个月初3正式发行新版的日票，台湾一直到今仔日只有4间的公股银行引进，包括台银、侨丰、一银，还有合作金库，这数量无济，目前干那总行会当换，也那外币 ATM 数量也是真有限。这票是让20年换新纸票1500含1万，这多样有改，也增加这判断价钱的技术。这票顶头的人像呢，会因为角度无同，出现无同款的变化。 不过也要提醒民众，这新的日票才开始使用，真侪机器是无多判断的。若准是要去日本佚佗的民众，上好是早旧的日票会比较较方便。讲到这血油伤过悬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咯。这卫福部有提醒民众，伫咧食降血油药啊的时阵呢，千万唔通过直接食这红壳、燕麦还个葡萄柚。对一般人来讲，这3种物件算是健康的食物。不过对讲有伫食高血油药品的药啊，这的民众呢，颠倒会有副作用。
食头路人，有人上班坐几工，加上上班压力真大，真侪人下班就想要食一顿青草的来享受一下生活形态的改变，食美食，还佫无运动，年岁数的增加。有医生表示讲，现代人血油高，胆固醇超过标准，有少年化的趋势。所以年轻族群其实特别不要尝试的平视自己年轻其实在抽烟、还有胆固醇、还有现在的生活环境之下其实都会有心血管疾病不一定要等到很老了才会有。根据统计，台湾平均每4个人就有1个人有高血油的病症。卫福部提醒民众，若有胆固醇过悬的问题，就要食降血油的药啊来控制。不过要安怎食，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亲像市面上只看到迄4种降血油的药啊，拢会有头痛、闭结、胃痛等等的副作用。有人会透过健康的食物，亲像红卡、盐麦来改善药的副作用。食药师嘛建议要食进前爱先问过医生。那葡萄柚因为它会抑制整个斯达丁类药品的代谢，进而呢，它会提升这个斯达丁类药品在血中的浓度，也就可能会增加它产生副作用的一个风险。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去做反应，然后跟你的医生来咨询，是不是可以使用红曲这一类的食品。这边如果是燕麦的部分的话，就建议区隔分开来吃。心血管病症一定先做个人的第2大死因。医生表示，若要预防慢性病发生，就要健康食食，配上规律的运动。也若当咧食降血油药啊治疗的民众，医生嘛交代，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家己停药啊，要长期治疗，对身体较有帮助。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民众一般看到红枣拢是拍大的较济，不过拄慢落来红枣食起来就亲像果子同款。苗栗公馆是全国唯一这红枣专业种植区域，面积达到80公顷。今年5月受到这落雨影响，产量减少4成。农会为着要帮助农民赶紧来推广这个红枣，拜三来到新德馆举办活动，希望让更较济人熟悉到红枣的好处。原本结果就是像这样子的。像这样子啊，一颗一颗的，就是量。哇，那只剩2颗。对呀。原底应该是红枣大出的季节，却看不到农民欢喜收成。受到落雨影响，今年苗栗县红枣过去平均一年会当生产约240万台斤，今年产量大减4成。开花期的时候，4月24、25，在我们公馆地区有下了一阵大雨所以我们今年整体来讲，大概减产4成左右。好吃吗？苗栗县农会拜三特别来到新德馆推广红枣，现场除了有上青的红枣以外，佫用红枣做的加工食品。农会嘛趁机会来教大家安怎分辨台湾甲中国红枣无同的所在。公馆的红枣其实我们只有日晒，所以它的皱褶非常明显。然后好品质的红枣其实是橘红色。那我们大陆的部分，它其实很多的红枣它是有经过水煮，然后有加糖。那我们的是直接用这个鲜果晒成这个红枣干。对，有很多网页上它有一页式的广告那大家可能要特别小心就不要，因为有时候它会去标榜那个我们苗栗公馆的红枣，事实上它可能是大陆的红枣，那所以它从它的外观上就可以看到，从它的大小或者是它的颜色。苗栗县农业处指出，目前已经针对红枣农损的部分向中央提出申报，希望会当量早启动灾害补助，来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在咧捷克的台湾人，2019年成立捷克台湾协会，办中文学校文化活动。最近也拍算要开台语课办台语活动，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在咧捷克的台湾人想要传承台语，却是遇到什么款的困难。在捷克的普朗家有一个主要由台湾人所成立的捷克台湾协会，为着要让台湾人伫遮会当互相照顾、互相交流，所以咧，因伫咧2019年的时阵成立这个捷克台湾协会。那即马咧，因伫这个所在，原来办各种的文化活动，甚至咧也有办一个 Prague 正体中文学校，咱来看卖。比如说他们会选什么去彰化海边玩然后我觉得超好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伫协会的中文学校者有真侪讲科书，推动学校成立的会长徐梦婷，伊表示囡仔拢真介意和台湾自然、人文环境有关的内容。若阵有带囡仔当台湾亲身体会到的时，因就会对台湾感觉愈亲近。伊讲当初是为着要让伊的囡仔有中文的学习环境，才来成立非营利学校，嘛参考真侪其他国家的教校的经营模式。学习是需要同侪的。
这样子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他知道有一个人跟他一样需要写中文作业，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有妈妈或是爸爸是来自台湾的人，所以他也会有一个归属感，他不会觉得那么孤独。学校有针对囡仔甲大人开中文课，嘛会办读册会，邀请不同专家来演讲，佮会办一寡文化性的活动。期望中希望用这个社会参与，互捷克的民众愈了解台湾，嘛算作是台湾人伫捷克的国民外交。需求或是询问说，你们有没有活动，有没有关于台湾的文化工作坊可以参加？所以我们时常会为了我们的捷克朋友们，举办一些可以亲近台湾文化的活动。时间久来学中文的台湾囡仔和捷克人拢有增加，嘛有招中文共学团的家长，豆豆嘛开始有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在问讲，敢会当开台语课？协会成员表示讲，要伫捷克找到教台语的老师，也是要招共学团，拢有真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从小会跟阿公阿妈讲台语，所以我其实也还蛮想要把台语加进，就是说他的生活里面。那目前因为他还就是2岁，所以还在考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接触台语。协会成员嘛指出，有当时是家己台语无甲练转，毋那是师资硬吹。另外，目前大部分的台语教材绘本等等，拢是针对台湾人设计，适合因囡仔读的，也是适合外国人的，也无介多。伊嘛毋望未来会当有愈侪这教学资源，互因伫咧捷克嘛会当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记者卢尚珠、柯炳哲捷克报道。鹿港的普渡歌内面有一句讲，初一放水灯，就是咧讲地藏王庙。这地藏王庙内面的彩绘是真侪，不过年久月深，损害也真严重。县政府即阵向文资局争取到补助，要进行彩绘修复工程。总工程费呢，要1195万，按算2025年11月完工。修复团队详细检查庙里彩绘损害情形，这是中华县定古迹鹿港地藏王庙，因为庙是坐东看西，晒少日严重，加上台湾湿气重，造成庙内彩绘起价别开。县府争取中央补助，要来进行彩绘的修复工程。彩绘部分，咱买请这个潘岳雄老师，我们这个国宝的讲师，伊的团队来给咱做一摆的。妇科拍底的部分，咱嘛是请专业的李义新老师团队来咱重新来做一个拍底安尼。鹿港过去是商业港口，当年因为水路危险，未少人发生意外过往，所以庙方会伫旧历7月放水灯渡水灵。鹿港普渡歌歌词有一句：初一放水灯，讲的就是地藏王庙，这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咱的鹿港吼都是通港埔，所以咱有一个迄个普渡歌吼，初一放水灯，初二普王经吼，这普渡歌。咱7月1号古早吼，这个中门拢有拍开吼。就是要互大家吼来遮吼方便来拜，来方便普。庙方表示，即阵因为环保政策统一伫中元节大普，但也是会当为普渡文化了解鹿港的开垦历史。即摆的彩绘修复工程，总工程费1195万，文化部补助836万，中华县府配合款大约300万，剩的由地藏王庙负担。工程预计伫2025年的11月完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婚礼的关键古迹斗六的真一寺是一间真古早的菜堂，庙内面的建筑壁画、庙红啊，拢真精彩。不过，伫个2010年公告做关键古迹，修复工程就一直拢无进度。文化部去年7月已经核定7亿650万的经费，总算开工了。斗六市上古早的寺庙真一寺，堂俗称斗六菜堂，是中部地区罕看传统在旧建筑。2009年，使用原本要拆除重建，但在地方文书人士的抢救下保留。文管府2010年公告为关键古迹，经过10多年的努力，总算争取到将伊的经费开工修复。整个修复工程不只是中央的9056万，还有云林县政府的1225万，还有我们真一市董事长这边也筹备了将近有300多万。那三方各就是共同来努力，终于我们要来做一个开工的仪式。文管处表示。斗六真一寺见证龙华教、先天教两派在教融合历史发展，国加上寺庙保留侪位无共时期的艺术彩绘、减黏、含泥锁顶传统艺术，每一部分的修复拢需要遵守规范。伊个规个工期要到2027年8月份才会当完工。
在云林再有钱的寺庙，你没有看到那么精彩的透雕，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特色。修复完成之后啊，一定会发挥最大的那个古迹的价值，推动这个文化。达拉前时表示，前时为在达拉市的核心地区建进达拉变迁，未来希望结合地方居民活动，推广在地的文化历史，成为民众日常使用的场所，提供公共使用性，各创地方的共同记忆。记者用为你报道。高雄新埔昨下晡出现一个查甫人，伊用这个破解门禁的机器，伫别人的门卡口鬼鬼祟祟。会所业者看话因判断，讲这个查甫人真有可能是摕这 copy 机伫咧破解感应式电子锁，提醒民众会当加传统锁来防止着贼偷。警方也讲，因会加强当地巡逻。查甫人摕机器伫民家铁门甲门口徘徊操作，奇怪的行为互监视器翕落来，处处怀疑查甫人摕时破解铁管门用的扫描器，赶紧提醒附近的住户示意。他按电铃，我老婆都没有去回应他嘛，他就拿着一个东西，又不像手机的东西，待了3分钟以后，跑到我们家隔壁做一样的动作，一样有监视器，他就还没发现到家里有什么损失嘞。代志发生伫16下到高雄金埔的赤西五街，其他住户提醒了后，查看监视器也发现查甫人捌来到家己厝的门口，附近的住户拢真惊，都惊警方弄入来。锁定业者表示，铁管门通常会以遥控器伫现场对并入破解。查甫人摕可比机，亲自用来破解出口感应式的电子锁。网络平台就是比较发达，所以可能很好取得。原理的话，就是扫描到那个住户家里的那台机子这样子。它是扫描那个频率是不是？对，如果就是扫描到破解得了，那我们就能够做拷贝复制。业者表示，可比机无法度破解传统锁，也是指纹密码锁，建议拿大门是感应式电子锁，会当加装传统锁加一个防护。经远警到达了解，现场并无财物损失或是破坏的痕迹。警方将加强周边巡逻，盘查可疑人士，防止不法情事发生。因为当地部分徛家亲像都是感应式电子锁，警方表示会加强巡逻，也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摕类似可比机的机器，也是铁管门遥控器伫徛家前徘徊，爱提高警觉，设置防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5度。平湖金马马祖对28度到35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伫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增加积极和台湾之间互相接触、理解的机会。
要有天下细水一溪水。文化界的人士来合作来交流，这两边会当更加了解。咱生活中什么代志会当用文讲笑来牛呢？头前两个拢是做神的，啊，第三个是做人的。地理老师，地理无教着。子啊，你感觉呢？子啊，我咱拢直直讲话，你拢把我插啦。边种的边你哦，你大放大学呢。拜甲拜三暗时8点，收看公司台去台，专家有智慧。2位等一下是那个 B 区这边的票口，对，然后票口的话就是售票，然后还有我们折的那个，对。放假手机啊电动，甲耳机直播主，拍拼行出家己的路。就是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原来找到团队，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做的话，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你还是有机会被其他人看见，就是转念之后会觉得说其实也蛮好的。因为有热情才在热，遇到困难唔放弃。要是袂去学会讲爱做语言上的坚持，有意义的代志，一开始我拢是感觉一定会是困难的。冲击主流文化认同，勇敢画出台湾青春世代的骄傲。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哦，有哦，有迄个感觉哦。对，豆豆抓着。对。啊，今仔日人收有满，才会用食早顿。我，好。咱爱加油哦。咱加油。这摕秘密武器给哥哥无？秘密武器有秘密武器哦。有手套你挂安尼，较袂手较袂破皮。啊，你免挂。唔免。你免。因为我的皮较粗。你较粗皮。喂，做做搁啉一杯凉啊！真正，我无想要搁做啊，对无？咱再卖搁去做啊。搁有。咱会再去看公会啊。搁有工课。恁拜拜敢会甲神明讲啥？会讲啥？祝你拢平安安尼。啊，保庇你平安。对。欢迎收看《修行的迄一天》。做饼的日子是甲庙寺的祭典活动合作伙，嘛甲民间的性命仪式活动分开的。伫咧台南的中西区，就有一间100年历史的饼店，生活为着庙寺祭典，互咱看到坚持的精神。拜三暗时10点，台湾好滋味，就伫公司台语台。